拿着一把吉他走进工作室，这身影好像有点熟悉。大家午安。没错，4、5年级的人一定都知道，他是秋秋合唱团的团长秋晨，本名叫做邱宪荣。我和他在海边奔跑，他说他要寻找小贝，我的茉莉也睡了。哼着自己作词作曲的小品，从校园歌曲发迹的邱宪荣，更让人熟悉的是这张专辑。这是在1982的，轰动一时。这是我是团长，作词作曲，兼打电话。这个娃娃主唱。看过水墨流，经过玫瑰山。当年意气风发的邱宪荣，因为创作环境不理想，回到东市老家。没想到却遭遇921地震，震垮老家，但邱宪荣没有被打倒，反而和朋友一块儿帮助东市受灾居民。资源不会输任何地方。以做首长来讲，我们有很多果园山林就在附近，大甲溪就在前面。另外就是你要找到设计执行的，就是说裁缝师。那东市有条件因为东市40年前是西装业非常发达。看到东市的优点，东市的美，邱宪荣利用当地特有资源和客家艺术结下缘分。精致的手艺全出自于他邓妙琴。到邱宪荣的工作室6年了，展示的服装都是他的杰作。构树这个浮木。这个染布料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它的染材不一样而已。光是染布料就得花上1个礼拜的时间，如此细致的功夫是邓妙琴的坚持。硬底子的邓妙琴加上总策划邱宪荣满脑创意点子，他们的满腔热情为东市带来新生命，也带来新客家精神。记录东市，展现客家。秋秋的团长这一回把艺术的旋律巧制在染布上，每一抹颜色都丰富了我的感动时刻。